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国安会前秘书长苏琪，一透早接受到专访，伊是来批评到前总统马英九看袂到大格局，而且小代志管伤多咯。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炎讲，马英九未来回应，不过伊个人对苏琪的评语感觉深深遗憾。来听看苏琪安怎来评论到马英九。 他没有看到很大的格局，没有觉得他领导人要做这个大的事情，小事不要管。我其实有个更重要的一个观点，就是说，我觉得他管太多，他管事不管人呐、好几次开会，我看总统在那边主持，下面那个什么部长啊什么在那滑手机，那这个是不对的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不怕总统会看到他，因为总统在忙着写东西，所以这是不对的。我觉得总统要思考大的东西。 除了安尼之外，苏琪阁讲，马英九的人际手腕需要改进，而且过去真仔日半暝啊敲电话管一寡总统唔免管的小代志。啊，针对着一连串的批评，肖旭炎讲，伊将来拢无听过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